嗱，咁今日嚟到我哋 4D 其中一間嘅分店啦，咁啊話俾大家知點樣可以憑一條影片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隔熱膜嘅強勁威力啦。咁可以呢邊，好，咁裏邊就係我哋測試嘅地方啦。咁之前咧 L 佬都試過喺呢一部機器上面測試過我哋嘅隔熱膜嘅效能啦。咁但係喂，咁好多客都會問我，喂，行堅唔堅啊？咁樣，咁你講啫嘛，咁我又感受唔到嘅。咁我今日就係帶大家去測試一下，到底呢一部機可以點樣去俾你感受得到，到底堅唔堅啊？而呢一部機咧就係熱能探測器啦，佢嘅作用就係俾熒幕前面嘅各位觀眾睇到呢一個溫度嘅變化啦。咁啊，大家都會睇到左上角依家有一個數字啦，就係代表佢嘅即時溫度。見到一堆顏色又藍又綠咁樣，即係佢紅外線投射出嚟嘅畫面溫度啦。越熱嘅話就係越藍色，唔熱嘅話就係綠色。咁首先睇下頭三塊先，咁呢幾款就係其他品牌隔熱膜嚟嘅。跟住睇埋最後呢一兩塊 G6 Apex 啊，大家留意下個畫面，佢係咁多塊玻璃入面唯一一塊係可以將溫度降到變綠色嘅。咁綠色其實係代表咩呢？就係代表佢隔熱能力係最高嘅一款嚟嘅，因為其他嘅玻璃隔熱膜都做唔到呢一個效果啦。大家見到個效果咁勁啊，廠方對自己嘅產品梗係超級有信心啦。只要大家揀 G6 Apex 嘅 Pro Series 或以上嘅等級，由施工第一日開始就直接送你5年品質保養。